1756年，一個改變音樂歷史嘅天才喺神聖羅馬帝國橫空降世，嗰個就係莫扎特。莫扎特出身於音樂世家，一出世就已經沉浸喺音樂聲音入面。喺佢3歲嗰年，已經會自己試下用鋼琴彈翻家姐彈緊嘅歌出嚟。重點係嗰陣仲未有人教過佢啊！我3歲嗰年啊，仲係瞓覺會賴尿嘅死僆仔咋，佢已經識彈琴啦。唔怪之得莫扎特嘅主要聽眾都係產前同埋0至3歲啦。7歲嘅莫扎特已經可以進軍歐洲巡演，而巡迴表演嘅期間，莫扎特一家人都會受邀出席各種社交聚會，但係莫扎特都會扮病或者嗌攰射波。但係佢同一般嘅打工仔又唔同喎，佢射波之後係會專注音樂練習，即係佢係 home office 啊。去到佢25歲嗰年，當時嘅鋼琴協奏曲同埋交響樂已經成為咗輕鬆膚淺嘅音樂類型，樂章簡短，旋律冗贅。但係莫扎特將佢全面革新，演奏出當時前所未聞嘅震撼音樂。咁創新嘅作品問世之後，所有作曲家都跟晒風，歐洲嘅音樂從此就被莫扎特革新咗啦。